拼音和注音究竟有什么不同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英王少爷小九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谈的就是拼音和注音究竟有什么不同呢？如果我们了解一些注音的话，我们会发现注音其实跟拼音是没有什么区别的。那我们现在就拿一个字来举个例子吧，比如视频上的这个字烧，那我们用拼音的话就是一些字母嘛，就是 SHAO。那如果是用注音的话，就会出现一些类似假名的符号，所以的话其实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。就比如说注音的啊，你就可以用拼音的 A 来表示这个字读啊，因为我们其实在读一些字母的时候，其实也是不会直接读 A B C D E F G， 在拼音里面直接是读阿波茨德勒佛格和伊基克能摩德勒。那其实的话，其实跟注音是真的没有什么太大区别。那唯一的区别就是在电脑上的时候确实是有区别的，或者是说你要给一个文字标音的时候，那就有问题了，就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。比如说依旧是个烧字吧，我们会看到烧就是我们在加平翘舌音的时候，会把平翘舌音就是第一声、第二声、第三声、第四声加在字母的上方，而注音的话就是直接把这个字的平翘舌音直接放在这个字的右边，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了，那就关系到我们在输入法的时候，那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输入方式啊。你就想想看，如果你是拼音，那么你就直接可以这样输入 SHA 烧，就可以看到烧这个字了。但是如果你用注音的话，你就会发现烧你就要打一些字，然后它会组成那个烧字，然后你再点一下确定才能输入成功。总体来说的话，如果你问我打字谁快，那我会告诉你普遍来说是差不多的，只要你多打，那其实两种输入法是差不多的。毕竟如果你说我们这个简单不用说什么标点符号，那我还说注音上面简体两个字母，注音上面只要打一个字就可以了，那比较不来的。有些你打两个字的速度就别人打一个字的速度，加上我们共同都有熟练度之后，其实两种输入法的速度是差不多的。那主要区别就在于你会感觉哇，其实注音输入法是用字在输入的，有点神奇，感觉有点想学，有点想向往。如果我能用注音来输入，是不是可以在同学面前哇，原来你那么厉害，你还会用注音啊？那如果用拼音的话，因为我们都是从小学拼音的嘛，那肯定也没有什么好奇的。那如果是相反，你在学注音，如果你用到了拼音，哇，就会觉得，哎，这个原来用 ABCD 也是可以打中文的呀。就是说，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我们主要使用的输入法是哪个，你在使用另一个输入法的时候，就会对别人感觉到一种你好厉害，对，你好厉害，你会用好几种输入法。但是其实不单单是为了装逼，你还有一个用处，就是无论是拼音还是注音嘛，都是我们汉字在现在这个世纪上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嘛。我们不能否认哪种输入法比哪种输入法好用或者不好用，只能说这个输入法更适合哪种人，更适合怎么样的人群。没有什么说我用拼音就一定好，我用注音就一定怎么样，就是这是一个凭借自己喜好，你要是用哪个就用哪个。那我还说有些人就看不上我们这些东西，他用五笔，对吧？那我们就说不了太多东西，因为每个人喜好是不一样的。希望我能早日学会注音吧，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很多繁体的东西啊，因为我从小就对文字这种东西有兴趣嘛。那么就这样子啊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